来看中国少年人的失业的状况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中国官方宣布讲，8月开始要暂停公布失业率的数字。即马嘛有愈来愈侪学历真好的少年人在做网络直播。彩券今年的销量嘛比去年增加5成，所以少年人拢望讲会当得奖变好业。有流行管理硕士学会的张小姐伫镜头前介绍商品，几个月之前伊兼职做model甲布洛克，即嘛是进入直播。亲像张小姐安尼投入直播产业的少年人愈来愈多。2021年中国直播业销售金额差不多达票15兆，市场预估今年还会增加3成。伫就业困难的现实之下，直播业正做失业青年找头路的新选择。不过，直播业市场竞争愈来愈大。市调公司统计，2020年中国直播业请的直播主达到113万人。即马广告业主要求更较悬、更较好的节目品质甲销售目标。直播主为着有业绩，爱想尽办法。那整体上来讲，因为现在的市场达人是逐步的，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自己足够丰满的达人内容生产者再去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我们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少年人除了转职做直播主，买菜券人也明显增加。今年顶半年，中国菜券销售金额增加到2.2兆新台币，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5成，显示经济无好、甲失业率一直欠悬的社会现实之下，真侪少年人开始仰望靠菜券一枚就好业改变人生。年轻人确实就业压力稍微大一些，可能现在选择就是像公务员啊、国企啊，这些是更好的选择。中国官方6月份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每5个青年人都超过1人失业。那踏入待业甲在学的非劳动人口数字恐惊更较悬。中国统计局15宣布，为8月开始暂停发布全国青年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市场的警讯，甲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